大家好，上一條影片為大家介紹咗 filter 嘅功能，今條影片都會配合呢一個功能去進行介紹。而今次想為大家介紹一條叫做 subtotal 嘅公式。subtotal 公式會根據 filter 嘅結果去進行數據分析，例如 sum、average 等等。一陣我哋會詳細講解普通 average 等公式同埋 subtotal 有乜嘢分別。首先，我哋會介紹 subtotal 嘅用法，然後再配合 filter 去使用。先介紹基本用法。當我哋輸入 subtotal 嘅時候，第一個 parameter 係 function number。Excel 定義咗唔同 function number 去對應唔同嘅 function， 分別係由1去到11，以及由101去到111。如畫面右手邊所示，佢哋基本上係一對一對㗎。而1去到11同埋3位數嘅 function number 嘅分別在於係咪包含手動隱藏嘅數據。我哋即刻進行一個示範。假設我哋想要計算全部同學嘅平均 CGPA， 我哋分別輸入3條公式，以了解佢哋嘅分別。首先第一條輸入普通 average 嘅公式，框選適當嘅範圍，我哋可以首先選擇第一項數據，然後按住 Shift 同埋 Control， 再按下箭嘴，就可以框選一整欄數據，再按 Enter。第二條我哋輸入 subtotal， 再輸入對應數字，呢一條公式會使用1呢一個對應 average 嘅 function number， 然後我哋再框選相關範圍，按 Enter。第三條同樣會用 subtotal， 但係今次會用另一個對應 average 嘅 function number 101，同樣框選返相同範圍。我哋可以睇到3條公式所計算出嚟嘅結果都係一樣嘅。而家我哋使用 filter 嘅功能去睇下佢哋嘅分別。我哋喺 Faculty School 選擇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可以見到 average 公式嘅結果係保持不變，而兩個 subtotal 嘅結果則會改變。普通 average 嘅公式唔會理會 filter 嘅結果，而依舊將所有數據納入計算，而 subtotal 則會只係計算過濾出嚟嘅數據。所以當我哋使用 filter 去過濾數據嘅時候，可以使用 subtotal 公式去分析過濾出嚟嘅數據。而家我哋會講解唔同 function numbers 嘅分別。我哋首先將 filter 清除，顯示所有數據。假設我哋唔想計算第9至11列呢3位同學嘅數據，我哋可以將佢哋手動隱藏。先選擇9至11列，右 click， 然後按隱藏。而家我哋可以睇到使用 subtotal 101公式嘅結果，冇計算我哋手動隱藏咗嘅數據，而另外兩個嘅結果就冇改變，表示即使我哋將數據隱藏， average 公式同埋 subtotal 嘅1號 function number 亦都會將佢哋計算在內。所以如果我哋想公式唔去計算隱藏嘅數據，我哋就可以喺 subtotal 使用101至111嘅 function numbers。有一件事必須要注意， Excel 喺處理 filter 同埋 hidden rows 嘅時候，如果我哋首先將數據手動隱藏，然後再用 filter 功能將數據過濾出嚟嘅結果會將先前人手隱藏嘅數據重新顯示出嚟。用另一句說話講， filter 嘅功能會讓先前嘅手動隱藏失效。不過補充一下，呢個只係 Excel 嘅特性，其他試算表軟件好似 Numbers 係唔會有同樣狀況㗎。而家我哋再使用 filter 嘅功能，睇下佢哋嘅分別。首先我哋將 Raymond 同 Russell 兩位男同學嘅數據隱藏，然後我哋用 filter 選擇 Faculty of Science。大家會見到啱啱隱藏嘅兩位同學重新出現喺表格上，即係而家所顯示嘅會係所有 Faculty of Science 嘅同學。因此 Faculty of Science 所有同學嘅平均 CGPA 係3.001。
因此，如果大家需要使用 filter，同時希望唔計算特定數據，第一步要先用 filter 將數據過濾，然後再手動隱藏想忽略嘅數據。而家我哋嘗試第一步，先用 filter 功能，再將某啲數據手動隱藏起嚟。我哋用 School of Business 做例子，首先喺 filter 入邊選擇 School of Business。可以見到該學院同學嘅平均 CGPA 係3.122。而家我哋將同學 Stephen 嘅數據手動隱藏起嚟。Excel 嘅計算結果會同我哋嘅想像有啲出入，無論係使用包含隱藏數據嘅1號 function number， 定係唔包含隱藏數據嘅101號 function number， 結果都係一樣㗎。Excel 都唔會計算 Stephen 嘅數據。換句話講，無論使用邊一個 function number， 已隱藏嘅數據都會被忽略。所以大家要留意，喺使用咗 filter 嘅情況下，如果再將數據手動隱藏起嚟，兩個種類嘅 function number 所計算出嚟嘅結果都會一樣，兩者都唔會計算手動隱藏嘅數據。喺使用咗 filter 嘅功能下，係冇辦法連同隱藏數據一併進行統計㗎。今條影片介紹咗 subtotal 嘅用法，配合 filter 嘅功能，能夠方便我哋滿足唔同分析統計需要。subtotal 包含咗11種數據分析嘅統計數值，大家都可以試用一下。我哋喺下條影片再見。